咁啊好多時見到咧，我哋驗樓咧會有圈嗰啲玻璃有崩啊、有花啊。咁啊，其實換玻璃咧係咪一個比較複雜嘅問題咧？咁啊，今日我哋揾到 Kenny 咧嚟去講解下，究竟我哋點樣去換一件玻璃。咁啊，咁唔好彩咧，今日咧我哋有一件玻璃咧係爛晒、裂晒，咁啊，所以我哋要現場咧去示範下點樣去換啦。咁啊，不如等 Kenny 咧去講解下成個換玻璃嘅流程啦。OK， 康 Sir， 咁就剛剛我哋去拆嗰件玻璃啦，咁嗰件玻璃咧就結構性已經有問題啦，因為裂咗啦，咁一定要換嘅。咁如果即係我哋普通嗰啲玻璃，即係 defect 少嘅花啊，或者小花小點嗰啲咧，咁啊盡量都避免換啦。咁就因為呢個問題對結構性影響不大，係少少美觀啦。咁可以透過打磨去令到嗰啲花點啊、花痕啊縮到最細，咁樣就冇結構性嘅影響，就唔使換咯。即係我建議就係咁。咁是但一面裂咗或者爆咗都要換嘅，係整件換嘅。咁呢件玻璃咧就即係唔算大件啦，啱啱拆出嚟嗰件。咁呢件玻璃即係一般 size 咁樣住宅嘅。呢件玻璃要訂咧，即係由乜咗要換啊，跟住訂貨成個流程就大約需要2個月時間，由玻璃廠嗰度訂翻嚟，咁啊送到落嚟即係地盤呢度換。剛才睇嗰個過程咧，就5-6個工人喺度，2個喺吊船出邊，3至4個就喺單位入邊啦。咁就慢慢戒咗啲膠，跟住拆件玻璃出嚟，跟住要清潔晒成個鋁框，做好晒清潔之後咧，先擺件玻璃上去，跟住要灌翻啲結構膠啦，我哋叫 structure sealant 咁樣灌滿佢，跟住就用嗰啲臨時 temporary bracket 就固定件玻璃，直至到大約半個月度，嗰啲結構膠咧乾晒，即係達到結構嘅要求。咁我哋就拆咗嗰啲臨時碼，要吊船喎喺出邊喎，再喺啲邊位即係四周擠翻啲防水膠，24小時到啦，即係等佢乾，咁就可以試水睇佢流唔流，即係成個過程係咁。咁所以咧就如果小問題都係建議，即係啲業主咧就盡量都避免喺現場換嘅玻璃。咁啊，即係好似啱啱你咁講啦，只要其實佢係少少崩啊、少少花啊，咁啊其實業主咧係可能要接受下打磨。咁啊，如果你話係真係崩到好似成個手指公咁大啊，咁嗰啲冇辦法補咧，就可能先焗住要換玻璃啦。係嘅，因為玻璃都有個標準㗎，即係所有材料都有個標準。咁玻璃有個標準，其實都好嚴格嘅。咁如果超出個標準範圍咧，就打磨下佢，咁就唔好會更換。咁啊，其實換玻璃咧都要吊船啦。咁其實係咪會受到天氣啊，係咪同埋落雨嘅會影響咧？好似今日咁嘅天氣，咁啊天朗氣清，咁換玻璃好理想啦個條件。咁如果即係我哋見到個天氣預報啊，或者見到即係個天色唔係太理想，我哋都唔建議去換，因為點解咧？你拆咗件玻璃，突然間落雨咁樣，入面咪會濕晒，咁就好大件事㗎啦！即係室內其實有可能即係狂風暴雨水浸咁樣，尤其是夏天啲雨突然間殺埋嚟咁樣，所以即係都要揾個好適合嘅條件去換。雖然即係話錢就一定要付出，但係都要睇下個天氣咯。咁啊，啱啱咧7月咧，好似都有好多日咧係落晒大雨喎。咁其實係咪好多日都應該飛唔到架吊船落嚟做嘢咧？天氣例如有雷暴警告啊、風速過高啊，咁我哋都唔會出船，即係用吊船去做室外嘅工作。咁啊，換玻璃咧，其實都個工序啊，都幾繁複嘅喎。
咁我想問下咧，其實呢啲爛玻璃嘅情況係咪好罕見咧？一般買家買個單位去，直至到去收樓咧，就有爛玻璃出現，就好稀有嘅。因為發展商一定係做到基本上係做到接近完美嘅，所有嘢都 check 過、收過先交俾買家咁。可能有機會可能喺出邊做嘢，或者打風啊啲嘢吹埋撞唔到件玻璃，就吊船嗰個吊籃可能就啲保護眼唔理想，咁係有機會撞爛嘅。不過呢啲機會就好少啊。咁啊，有時如果業主係因為個人喜好同埋美觀要求咧，而去更換玻璃咧，其實發展商咧係有權咧係唔幫業主咧係更換嘅。咁啊，其實換一次玻璃咧個成本咧係非常之大嘅。你會見到咧吊船上面有幾個工人啦，入面其實都有幾個工人係幫手去扶住件玻璃，去擠膠，去做清潔。咁啊，其實呢個成本咧係非常之貴。咁啊，所以我哋盡量建議業主咧，如果你話係件玻璃冇乜特別大嘅瑕疵，例如可能係冇乜崩啊、冇乜裂啊、冇乜爛啊，咁啊其實就盡量咧係接受打磨先。咁啊打磨唔到變咗變形，或者可能係接受唔到嘅，咁啊先焗住要求咧發展商去換玻璃啦。咁但係換玻璃咧，其實係個過程係非常之耐啦。咁啊，佢由訂貨到去安裝，咁啊安裝嘅時候都要再有啲時間。咁所以其實差唔多成個過程咧，由落貨去到更換一件玻璃咧，大約要有2-3個月嘅。咁啊講緊係呢個係比較快嘅期啦。咁但係如果有時耐啲嘅話咧，係差唔多去到半年或者再耐啲咧，先可以安裝得到。咁所以如果業主咧係入咗伙嘅話咧，就可能比較難少少去換玻璃啦。咁啊，如果業主收完個單位之後，咁喺執收期間咧，其實件玻璃唔小心自爆啊，或者俾工人撞崩啊、撞爛咗啊，咁啊其實呢啲個責任咧就係歸喺個發展商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業主裝修期間咧，裝修整爛咗件玻璃嘅話咧，個責任咧就喺業主度啦。咁啊換玻璃係非常之貴，咁啊記緊要裝修啊或者整其他嘢嘅時候咧，要做好個保護啦。記得 fair check 啊！